溫哥華粵劇界迎歷史性時刻，大溫哥華中華文化中心與 BC 文娛藝術協會聯合主辦，宣布將於本月喺中華文化中心林思齊堂舉辦大型粵劇匯演，16個本地粵劇團體齊聚一堂，攜手登台。喺過去嗰10年嚟，我哋不斷喺華埠推動中華文化，不論係琴棋書畫粵劇。咁而粵劇咧係喺中國嶺南咧一個傳統藝術，帶到嚟溫哥華，亦都有一班有志之士咧喺呢度咧幾十年嚟咧不停咁樣去推廣呢個粵劇。中華文化中心主席郭英華喺發言中指出，中心成立咗52年嚟，一直係粵劇表演嘅重要平台。今次匯演嘅成功舉辦，離唔開 BC 文娛藝術協會主席鄭卓籌先生等前輩嘅領導，同埋各團體嘅精誠合作。佢特別提及咗鄭景光先生喺80年代邀請粵劇名伶紅線女嚟到溫哥華演出嘅歷史。我就趁呢個機會呢，就碰啱我哋亦 BC 文娛協會亦想搞一個每年1年1次嘅會慶，我就想證明一下我哋中國華僑喺呢度係團結嘅。匯演旨在振興粵劇藝術，團結僑社力量，為市民帶嚟高水準嘅文化盛宴。今次匯演係溫哥華粵劇界嘅首次大規模聯合演出，匯聚咗有好似成立咗91年之內嘅振華星藝術研究社、粵藝之音等多個團體。呢一啲粵劇團體，無論歷史悠久，還係後起之秀，始終都為推廣粵劇不遺餘力，共同推動中華文化傳承同埋發展。喺呢一次大型匯演，亦都將紛紛獻出精彩曲目。BC 粵劇曲藝耀雲城粵劇大匯演將於2025年9月27號星期六，以及2025年9月28號星期日下午12點30分喺華埠中華文化中心林思齊大禮堂演出。地址溫哥華片打東街50號，憑票免費入場，戲票可以前往大溫哥華中華文化中心前台領取。